大家好，我係林 Sir。今日我同事咧就去到堅尼地城，幫我哋代表嘅業主咧招呼佢哋嘅新買家驗樓喎。佢哋咧就應該唔知道佢哋俾過20幾萬買呢間屋啊。其實咧原本呢個單位咧380萬，業主就肯收票啦，但係我哋把握到時機啊，加上唔知咧代表佢哋嘅買方經紀可能見呢間樓咧得幾萬佣，唔太落力，所以佢哋唯有俾多少少錢幫我哋客咧換去啟德啦。嗱，嗰個你可能想知啊，點樣將間屋賣貴呢？其一講呢屋苑其實佢好近堅尼地城站嘅，1分鐘路程嘅啫，缺點都幾舊噶啦，40到尾咁，但係有些少裝修嘅睇片都見到。而我哋把握咗呢屋苑呢，其實2-3個月冇成交噶啦，而呢其中有個單位呢成交到喎，開第一槍嗰陣時就係呢個時機啊！你諗諗，一般屋苑平均每月都有2-3單成交嘅，即係唔好講第一城嗰啲40-50單成交，嗰啲係難搞啲。但2-3單成交屋苑，如果連續2個月冇成交，即係話積壓咗4至8組客係揾緊樓，但係未揾到。一旦開咗第一槍呢，亦即係表示只係得一組客成功買到樓嘅啫，而向隅嘅呢，至少都3、4、5組客。而我哋賣樓拋添，就把握咗呢個機會。幫個客最尾幫佢逼到嚟400幾萬沽出喎，即係話買家咧超過100蚊印花稅都肯俾佢買嗰個單位。咁詳細咧，我哋點樣同佢去冇高個價，幫佢嘅利益最大化咧？你可以睇埋落去。而家業主咧就連買啟德嗰邊都搞掂噶啦，咁啊去咗旅行，所以你幫佢咧招呼個新買家啦。幾個月之前佢都心事重重啊，其實佢同唔少人一樣咧。揸間40幾年嘅舊樓，有見400蚊印花稅政策出咗幾個月啦，唔太幫到自己，所以 WhatsApp 我哋咧912666670嘅熱線就問下呢個個案。佢話：你好，林 Sir，本人自知庸人一名，唔識理財，而個女開始成長又換樓需要，希望可以換到樓同有錢供個女去直資一條龍教學。佢話當中錢係好緊要嘅嚇，不過呢個係廢話，我知。咁啊，太太咧就喺屋企湊女先啦，佢係公務員嚇，8萬幾月入。冇花紅、冇商量、冇醫療福利，佢想問下細單位未來1年有冇機會咧？靠呢個100蚊印花稅政策再升多10零20%，咁佢就可以換到同區新盤大兩房，預算800幾萬咁樣嘅。先睇下客人嘅借貸力啊，其實佢冇其他負債嘅，人工8萬5，借貸力計為咧2.6呢個常數啦，乘8萬5除2，其實11萬啦。如果佢換翻咧同區嘅話咧，佢估嗰間40幾年嗰間舊樓咧，佢有200零萬到翻。咁即係話，如果係新買嘅咧，要700幾800萬嘅樓咧，就700幾萬減200萬抌翻落去，就要借500零萬，而500零萬攤30年左右供2萬1至2萬2。我覺得呢個 planning 係較為適合嘅，因為700零800零萬樓咧喺香港租都一定要2萬咁滯啦，而佢供咧都係2萬1到，大致公租同價就令人供得舒服啲啊。反正住翻同樣嘅嘢都係要俾呢個錢噶啦。第二咧，借貸力其實計為1105萬。其實依家個市未太好嗰陣時咧，佢掉翻500幾萬借貸力去供樓，而佢首期俾咗200萬嘛，夾埋買700零萬嘛。呢個 budget 啱啱好到用咗借貸力一半，1100萬嘅一半左右。咁一旦再跌或者 call loan 或者有咩閃失咧，其實如果係借貸力係遠比佢借嘅多，或者係借50%，咁啊游刃有餘去應付啊。但佢最後點解揀翻唔同區而去咗啟德咧？嗱，其實700零800萬預算咧，勉強都夠買帝后華庭嘅2房嘅。咁啊，帝后華庭係方便啦，電車路行上少少，20零年樓舊少少。不過佢買2房都幾冇海啊，其實幾局促。至於同區都有啲大屋苑嘅雲都，自己揀啲單支，我諗佢唔制，因為佢原本就係40幾年單支樓，再叫佢買單支咧，佢唔肯過我。咁但係雲都我諗就啱好多寵物客或者嗰啲好中意散步跑步嘅客咯，而當中都有啲日價，人都係貴少少嘅。咁啊，中括嚟講買翻港島樓咧，700零800萬 budget，只係買喺換樓階梯入邊咧啲中下層嘅樓，倒不如你走下九龍啦。其實同樣俾同樣價錢可以買高階些少，亦即係第時啲人換樓係有機會換入你間樓，再加上咧九龍係多啲內地客路嘅。咁啊，例如啊，唔怕舊啊，麗港城800零萬夠買3房，咁3房即係有人去換入你間樓啊，或者換出九龍兼換3房，咪中呢批客啦。至於呢個價錢去啟德咧，都夠買2房開放廚。咁啟德係有客入嘅，亦都有內地客啦。去奧運就勉強啲啦，2房緊廚應該咧就有都要去搏命傾先傾到呢個價。但係頭先講呢個地區咧，
都係校車一定到嘅站嚟嘅，咁啊方便佢個女第時大個啲小學讀書啊。咁啊不過佢最後買咗啟德，咁應該當然咧入邊係食埋嗰個九龍城區校網吧。咁啊詳細講多少佢沽樓啊。其實有一日咧佢搭 lift 喎，就聽到樓上咧有經紀講有間兩房440尺左右沽緊430萬，咁佢知自己 PK 啦，因為佢都想沽嘛。不過佢梗係一房就想收400萬，但人哋而家兩房都係放430，咁所以咧次次揾我哋解救親都要少棘啦，就係棘喺度啦。佢俾我哋都有底線先嘅，380萬佢都制可以沽我啦。不過我哋咧只係代表業主，只收業主佣，咁啊唔會咁容易將佢嘅底價放俾人噶。嗱，我哋第一個建議就叫翻呢個同學將佢嘅叫價咧由佢原本嘅400幾萬策略性撤退先，點都好叫翻390幾。因為咁樣做咧，就係吸引嗰啲睇完嗰間430萬兩房嘅客，呢間係擺明做最筍噶嘛。但係我哋想貴沽咧，就唔需要用個價吸引人嘅，只不過係暫時撤退，而最緊要令睇完430萬單位嗰啲客都同時睇埋我哋嘅一房當後備，暫時做住後備係唔緊要噶。到樓上間兩房真係沽到咧，我哋就知係時機做嘢啦。樓上兩房開430，而經紀都只係同佢做翻430萬沽嘅啫，1蚊都冇同業主添過。咁不過咧，我哋又幫客人咧最尾睇過晒成棟樓，而咧揾翻必輸咗430萬樓嗰啲客翻嚟。由於咧必贏啊，只係一台客啦，輸嘅咧肯定幾台。咁我哋下處都更有利位置啊！睇下當中有冇人急住要買翻呢棟樓入邊嘅單位，而佢咧喺冇貨之下就要必高啲問我哋嘅客咧，同佢要間樓。最尾真係揾到，咁啊俾佢必貴咗賣過咗20幾萬，用超過400萬4零幾啊，14300蚊一尺咧，就幫個客甩咗呢間一房。而樓上更高層嘅兩房，只係平均賣到12000幾一尺。至於到下步咧，個學生要冇去啟德啦，咁我哋咧會再俾多一招出嚟同佢咧去傾價。想知其他更加多招數啱你咧，就可以聽我哋以下呢個講座。我哋嚟緊咧喺10月25號晏晝嘅5點有咧買樓秘笈啊，點樣幫你買高性價比嘅房，同埋咧傾平嘅技巧價。咁我自己作為啦 TVB 安樂窩嘅嘉賓啦，同800萬收息倉嘅自資打理人咧，我會即場同我哋Power Team團隊一齊為你現身說法，內容都如下㗎。坊間經紀咧買樓放盤唔想你知嘅秘密。咁你知經紀啦，收齊兩邊傭嘅話就唔會咁誠實。我哋係只係做單邊，咁所以咧就係為無論係買樓嘅人或者沽樓嘅人爭取最大權益。同埋點樣透過換樓階梯咧入手高性價比嘅樓盤啦？買樓同收租究竟買咩同埋放租有咩技巧，同埋議價技巧，仲有經紀有啲收埋咗個盤筍嘅點樣揾到呢？咁啊收少夾少錢108蚊啦，當夾下長錢。有興趣報名都係 WhatsApp 9126670，註明 TEKA13，或者我哋都有微信㗎。如果你睇呢段片嗰陣時已經係過咗10月嘅，咁你可以掃右邊有 QR code 睇到我哋最新同類課程嘅。咁喺啟德由於都係 level 都唔錯啊，天華啊、嘉豐匯啊、上津盈啊、Monaco 啊、雲景啊，全部我哋近排都做過晒㗎啦。其他咧不能盡錄，而我哋揾到一類客係啲 PA 客咧。即係授權人客，呢啲客一般其他經紀唔願做啊。例如被授權係細佬，咁咧細佬基本上就唔會點幫業主嘅哥咧落力去賣樓，因為細佬冇着數啊，亦都唔通兩兄弟賣樓有個 reward scheme 俾細佬，即係咁核突啦，應該就好適合做得出嘅。而呢類盤咧係好平嘅，就咁我哋咧就可以鋸到去700幾萬買得翻咧啟德一啲兩房開放處，而咧我哋都知道咧堅尼地城。同佢掃過佢嘅買家咩料，因為要掃到佢換樓買嗰邊咩料，就會知道咧 buy 嗰邊啊個成交期點傾，同埋口價咧要劈得有幾狠，定係冇保留咁劈，咁啊令到我哋嘅客咧換樓嗰陣時唔會甩碌，而仲有些少整剩添啊，換完樓幫我哋買下債基收息，幫我供樓添。咁講真，一來一回幫我慳翻成50幾個啊，咁我哋都叫有份幫客人慳翻嚟。咁當然咧最重要都係客人係英明啊。咁最尾咪隨心俾些少買下債基收息，每月收咗幾千息啊，幫下女讀書都好，或者叫做幫我供樓都好，咁呢個都係 happy ending 啊！嗱，咁啊睇完我哋呢個個案啊，咁亦都真實落場同你拍攝我哋點做嘢啦。想揾我哋幫手話諮詢一下，免費嘅可以 WhatsApp 912666670，或者直接報名去講座啊！
希望喺講座見到你，亦都希望你 like 個裏片同 subscribe 翻成間網上投資課程 channel。已經過咗10萬 subscriber，希望你係其中一個。拜拜。